保庇阮囝一路上平安吼。来，昨暗才咧讲，想办法要杀掉这件亲事。今嘛我看吼，连讲都免讲啊。伊免天注定，管好若真正讲红煞是安尼看，我是咱想你的命。也毋过，我也是毋甘啊。福顺啊，后壁吼，要再反复一遍吼。咱王家想要搁再希望来靠你这座生意，所以你要特别小心知无？阿爹，我知影。好。啊对，甲杨贵甲马车拢伫大路咧等，你听我做法啦。阿爹，安尼啊，岳父、甲表，阮来去啊。阿海啊，你一路上哦，都要好好照顾恁少爷咧。我知啦，夫人，请你放心，少爷我会甲照到好势。阿海，咱行。啊，咱囝出去做生意，你是咧哭啥？一去就要2个月，我袂放心啦。咱就有这个土地讲保庇，你是无放心啥？安啦。哎，你讲恁查某人就是查某人，敢若会晓哭，你搁会创啥？啊？啊，亲家，来，吃，亲家，请。因这两家是伫当时结亲情，我哪唔知影。好在进行啦，啊一个盐官花，一个汤官花，因两家口口是门当户对，后生甲查某囝又搁是指目为婚，这个做亲情是早晚的代志，安尼敢有啥物不对？问题是出在这个时辰啦。早嫁晚嫁毋是共款，敢有啥物问题？你爱知影呢，今年是高鸾年啊，拄只迄个少年家叫做福顺啊，你甲看迄个面，乌云大柱，伊主角迄个劫数，我看这阵姻缘袂当顺利圆满真难哦。若是安尼，是安怎变怎好？好在进行啦，你好心去想一个办法，替因度解者啊。注定的劫数嘛，毋是我定的啦，姻缘嘛，毋是我伫咧管的，我无能为力啦。若是安尼，啥物人有法度啊？这就来看因家己的做法。哼，这20年来，我处处任意让伊，尊重伊是严老大的。也毋过关系到咱查某囝婚事，这届我绝对袂用互这么阿爸。老爷，你即摆讲这是啥物意思啊？什么意思？我要将这聘礼退倒转去，解除婚约。咱拄则才答应人的亲事，即马你就要悔婚，有啥物唔好？若毋是因咧讲，要替福顺啊出门进前讨一个好彩头，我哪有可能会答应啊？要讲亲情，话来话来，敢有照规矩行？敢有甲咱留一点仔余地，互咱是无？这聘礼，我甲你讲啦，若要带过门进前吼，这聘礼拢无准算啦，退退转去，当作无这件代志发生啦。咱若真正是安尼做，就等于甲严老大的拆破面，无妥当啦。拆破面就拆破面，我则无咧惊伊啦。以前以往，生理场上破水的奸人，也即马伊咧不比较早啦。严老大这3年早就无人捌伊啊啦。话虽然是安尼先讲，也毋过好啊啦，要搁讲啊，即届因的生意若无咱钱借伊，因敢有可能做会成？所以讲啊，今摆老大是我，毋是伊啦。生意人拢共款，目睭内只有钱，看悬就看低。那你即摆是咧讲啥啊？你的意思是咧骂我？我你先讲有啥物唔对？夫人啊，他这件婚事本来你嘛是反对的，你若无你讲，代志到这个地步，咱应该安怎做？暂时我嘛是无啥物办法，也毋过
福顺啊，即撮出去来回爱2个月，伫即个段期间内底，咱会用劝秀美啊，互秀美啊了解咱的苦心。假使讲秀美啊，若是家己无想要嫁互福顺，严老大应该是要强逼才对啊。哈，走是啦！啊，你家代志唔去做，啊，若对咱我的脚庄安尼行来行去，你是要创啥的啦？我甲你讲啦，你家己即份若叫法律哦，你今晚若搁离婚，我甲你讲落来啦。好代志，你莫甲我吓惊啦。我是有一个小小问题想要请教你啦。是啥物小小问题啦？哎，好代志是啦，假使讲原来的红船来去互人牵倒去，会受到什么款的处罚啦？这我要哪会知？自我的做先生开始哦，慢慢听着讲原来哦牵唔着红线，叫人家处罚。啊！哎呦，我是烦恼讲万一，哎，赵信啊，啊，当你无代无志，烦恼原来的代志是要创啥？啊，无啦，无啦。原来啊！这下惨，太惨嘛啦7月7日中心殿，夜半无人思故事，在天愿做美奇鸟，在地愿做人美机。小姐，你是咧聊啥？真好听的呢。小姐，你是倒位安怎？无爽快呀？无啊，哪有？啊无，哪有人目头角角，嘴呢笑笑，唉，还佫会吐大开咧。阿春啊，你敢笑我？倒一天哦，等你出嫁的时阵，你就会了解我的心情。敢免呢？小姐，啊毋过，阿春啊，你是安那讲话哪会吞吞吐吐？小姐，你要出嫁，我是最替你欢喜的啦。啊毋过，我佫替你足烦恼的呢。你是咧烦恼啥？小姐，你看你，不管洗衫还是煮饭，任何家内事，你拢嘛有捌做过。啊，即摆你也嫁过人遐去做人的新妇，你是要安怎去奉台你的公婆，啊甲翁婿咧？小姐，你敢讲拢袂惊哦？我才毋惊咧，我嫁过去的时阵，我带你搭阵来就好啊。我人歹啦。阿春，你是安怎？小姐，我求你，如果你真的要甲我娶过，我甲阮心落落，转去庄脚。小姐，我求你好无？阿春，你是咧惊啥？我惊严夫人啊！严夫人，你起来，你甲我讲，你是惊伊安怎？这我袂愿意讲，而且我若唔敢讲。小姐，你会知我第几世啊？你就当作我啥物拢无讲过就好。阿春，阿春，奇怪，哪会安尼？我拢照夫人的意思做话。阿春，你办得真好。夫人啊，咱安尼吓惊小姐，我感觉对不住小姐的呢。而且阮阿娘若有讲过，破坏人的姻缘是会去互天公伯爷借还呢。春啊，为了小姐的幸福，这场戏一定要继续搬落去。伫这2个月的时间内，咱要想办法，互小姐当回心转意，互伊同意将这场婚约来甲解除啊。来，好代志是啦，都是伫遮啦。迄天哦，我用定心锁咯，甲王福顺甲陈秀美2个人控制掉的，都像因2个人安尼即马同款。哼，
有一个法师尔，就安尼杀咧乱用，以后我哪去敢教你？造型啊，刷落呢。一刷落去咧！刷落呢。一刷落去咧！你违反天条，乱砍红线，原我安尼费尽苦心要救你，你也搁徛当遮尼戆心戆心，你哦实在明明唔知死活咧你啊！好啊好啊，福地啊，莫阁骂啊啦，我时间宝贵，袂紧讲啦。是安尼啦，我甲因两个人控制掉了后，我就将迄条红线拔离因两个手的，结果砰一下，无咧等你讲啊，我惊一下哦，就想讲将迄条红线赶紧收起来，结果迄条红线就伫我的眼前安尼消失去。啥？你将红线绑在因的手中？是啊。喏，连算贵我是算我算我。算无啦，天机复杂，福地啊，你一定要甲我斗相共啊！起来！我代志遮惨啊啦！这战前来哦，后一个要战了，都是我造成啊啦！阿娘，阿娘。小丽啊，你也无张无伫，你干咩还着惊啦？我著看你徛伫遮无振动，叫恁老婆去，我毋则过来甲恁摇起来。我妈这一定是有亏啦，这一定我唔当收，被关小姐跟我孙少爷兄的，一定是违背着天的意思啦。真的，我妈。阿娘，是安怎阿春讲要破坏我甲福哥的姻缘？你甲我无啊，阿春哪有你讲啦？讲啊！我明明都有听到，你甲我讲啦！阿娘，你甲我讲啊！好啦好啦，这是你阿爹的意思，你若就是要知影，我等你阿爹转来，你再问伊就好啊。我得进行啊！我来。造成啊，计算天机也是危险的代志，你去唔到好关，千万都唔通有任何鬼甲神来打扰，安尼你了解？我，哎，紧去啦！我得进行啊！事情安怎？我敢袂叫？我赶紧顶来天庭处理一寡代志。啊，若这个少年哦，你才甲教示一下。无咯，完咯，啊你无爱休困一下啊？我赶时间啦。好得进行啊！你有要紧无？啊？我无代志啦。哦，啊我来。啊？你无代志啦。啊，即摆啊，完全是元老吼，家己啉烧酒啊，去互伊丰富去啦。所以哦，这伊袂当讲完全拢来怪你啦。但伊即逝倒转去天庭，伊会将伊做毋对的代志哦，好甲伊弥补。也若无哦，这代志就大条啊。你放心啦，元老这人哦，一向做代志哦，伊拢总家己承担起来。经过这边的教训吼，
后边哦，我唔敢冲动啊啦。你若知影哦，通讲我安尼就好啊。是讲哦，这位王福顺啊，出去做生意啊，应该也去拄着劫数，性命盖将啊。即马哦，就互你甲牵迄个落去哦，伊即马哦，还佫有活命的机会啦。啊，想要到讲我黑白嘞，颠倒会当救一个人的性命。哈，哎，我都还未讲煞咧啦。即马就互你牵即个落去啊，陈秀美啊，煞得来承担王福顺一切劫数，一个换一个啦。陈秀美哦，伊的性命哦，换了差不多要去报道啊。啊。一个换一个啦，陈秀美哦，伊的性命哦，换了差不多要去报道啊。啊，为啥呢？我救一个，煞去害到另外一个，安尼陈秀美毋是足冤枉的？哎，或者这是好。喂，喂！你讲啥？长头白日撞着鬼？你真正是黑白讲啊！假使讲若毋是去拄着鬼，是安怎？秀美啊叫我甲阿春叫啊尔侪声，阮拢无听到咧。我前一句话才甲阿春咧讲话，啥物后一句话时阵，秀美啊就已经徛伫我身躯边。老爷，感觉你无感觉足奇怪的？你哦，愈讲愈离谱啊！为着我讲啥，你也袂相信。也秀美也敢知影咱反对这件亲事？知。伊安怎讲？伊死都毋肯悔婚。死都毋肯，这个话讲会出来？哦，我现知影你这个查某囝是安怎教的啦。查某囝甲阿爹阿娘请安。你甲我开了！你毋是无读过册，你敢毋知影查某囝婚姻大事是喺爸母做主的道理？查某囝了解啦，阿爹已经将查某囝许配予王家。也毋过我即摆反悔啊！我要解除这场婚约，是安尼你毋听我的话？阿爹，你是有头有面的生理人，讲话无算话，后盖是要如何伫社会上徛起？请阿爹三思。哦，阿爹互你读遐尔侪册，你煞来侮辱我？查某囝毋敢，查某囝只是想要了解阿爹悔婚的原因。但你点在这遐创啥？你不要讲话是无？秀美啊，王家家教甲咱是无共款。你伫厝内底会当做千金小姐，啥物代志拢有免做。也毋过，将来你若是嫁过去了后，是无论身份地位，大细项代志，你拢要亲手家己做。阿爹甲阿娘心甘你去受苦啊，所以阿娘，阿爹，查某囝毋惊食苦。秀美啊，王家的身份是无好做啊。迄个王夫人是真歹应付的人，伊将来嘛毋是一个真好款待的婆婆，这感觉你拢看袂出来是？阿娘，就算讲王夫人搁较那歹应付，嘛是我家己的命。阿娘，就算讲王夫人搁较那歹应付，嘛是我家己的命，我唔惊啦。哦，你唔惊？你这个不孝女啊！你敢有替阿爹想过？我安尼拍拼一世人，才有即摆家业，唯一会当继承的人就是你。你安尼嫁过去，我唔着白白将咱陈家的财产送互别人。秀美啊，你阿爹讲的真有道理，你要好好考虑看卖咧。小美啊，你意向就真有效，一定会当体会阿爹的苦心。阿爹嘛替你想好啊，我会找一个比福顺啊搁较好的人才，招伊做咱陈家的囝婿。我安尼决定，好无？阿爹，我
从来毋捌想过财产的问题，我毋捌想过以后会安怎。我只知影甲福哥指白为婚，自细汉我就认定伊是我的人婿，所以除了福哥，我啥物人我都袂嫁。气死啊！真正，我咧讲毋着等于白讲的啊！你这戆查某囡仔，你到底是要安怎才肯听阿爹甲阿娘的话咧？除非福哥亲口退婚，要若无，就算讲恁反对，我嘛要坚持这桩婚事。你这个不好女，我真正活活挑气，我会叫你气死啊！老爷，婷婷，这个囡仔，你看，你甲恁阿爹气到安尼啦。我想要考验恁阿爹，你家己好好想看卖啊。福哥，你已经回来了。福顺、甲陈秀美，因这对虽然是一个苦命的原因，也我这小小的心声，虽然是真动情的，我嘛是无法度通来改变因两人的命。老爷，都遮尔暗啊，你到尾仔无要困是？俺为啥等啊遮尔惨，是要安怎困下去啦？在是咧等什么意思？等甲我的心情拢烦起来。我看你是为了受你的心烦，你已经10几天无甲伊讲话安尼。老爷，虽然讲你有顾虑，但讲你嘛毋是完全反对这段亲事，对无？假使讲，我若是完全反对，我早就将这个聘礼全部退倒转去。我只是真怨叹，查某囝饲到遮尔啊大汉，别人的就是别人的，我走就走，想要留就留袂掉啦。其实你是毋甘收美离开咱，并不是为了财产，对无？假使讲福顺啊，若肯互咱少，毋知有偌好个。当年啊，若毋是严老大甲咱斗相共，咱要哪有今仔日的？小美啊，若嫁过去，早晚咱陈家的财产爱归死王的。安尼算起来，咱嘛无欠严老大的恩情啊！你讲对无？你若是真正想得开就好啦。夫人啊，我有一个拍算。拍算？什么拍算？秀美啊，若嫁过去了后，我就将咱汤行的生意规气送互咱囝婿去做，也咱两个老的身躯就炸淡薄仔钱，来去游山玩水，享受人生，你看好无？当然嘛好啊。也若安尼，明仔载你就将咱的心意甲秀美啊讲，免咧互伊逐工咧面有面讲。在天愿做一枝鸟，在地愿做人力机。小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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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要哪会喝醉小呀？有消息回来，夫人叫你紧去搞听听。真的，你要骗我，我哪会骗你？阿娘，是毋是福哥有消息回来？你是毋是着急啊？阿娘，是毋是福哥回来？你紧甲我讲啦！那你啊紧张是要创啥啦？拄则王元月有派人来通知恁阿爹过去，等恁阿爹转来就知影。哦。你先莫紧张，我先甲你讲一个好消息，阿爹甲阿娘已经袂搁再反对你的婚事啊。真是嘞，多谢阿娘。毋是阮两个老的挑过要刁难你，实在是毋甘你离开阮的身躯边。阿娘，嘿，恁阿爹倒转来啊？好呀。夫人啊，经过的锁匙给我。哦。亲家啊，咱赶紧来去屯，加一寡钱就通斗相共。多谢你。哎，
夫人啊，你吩咐阿春啊，准备一寡饭菜，给阿海来食。顺便准备一束衫给我，哈。哦。亲家，我恁紧来行，哈。阿爹，好过嘞。媳妇啊，你放心，好孙啊吼，一定平安倒转来，吼。亲家，咱赶紧来行，吼。阿海啊，我问你，你少爷呢？阮少爷，啊？阮少爷，你莫哭啦，你紧讲啊！所有烟火落去互大水冲去，我是去互救命拖命转来。少爷，可怜，少爷嘞，可怜叫大水侵去啊！小爷，阿哥哪里去找到三公啊？阿哥啊，阿妹啊！叫土地公伯啊，保庇阮福顺啊平安倒转来。若伊有啥物三长两短，我愿意来替伊死。土地公伯，你着保庇阮囝婿，赶紧平安倒转来哈！我拜托你啦，拜托你，拜托。你放心啦，咱已经开遐尔侪钱，请人去找啊，应该真紧就找到转来吼。咱转来厝会等好消息啦。实在有够可怜的啦。这款代志用来找我嘛是无法度啊。我是来顺顺的啦。哎，唔对咧，是倒位咧唔对？我就真是，你顶边毋是甲我讲，我乌白牵红线，这劫数伤体活，结果去救着王福顺，煞去害着陈秀美啊！想到这个福顺啊，搁去拄着劫数。哟，那安尼？你顶边毋是甲我讲，我乌白牵红线，这劫数伤体活，结果去救着王福顺，煞去害着陈秀美啊！想到这个福顺啊，搁去拄着劫数。哟，那安尼？是讲哦，是讲这是天的安排啦，伊有自有伊的道理啦，咱也无法度啦。哦，你也莫想遐尔啊多，佮继续甲看下去，你就知影啦。讲到遐神秘，无得靠，是你甲关老算着去靠命。你哪甲我拍啊？拍你是安怎？你嘛该望良心发问啊！阮安尼为着要救你啊，我教官老若算一摆，就过条300字的道歉的哈。吼，你安尼无感谢阮，也搁当遮讲这个纳凉的，你哦，你哪搁甲我拍啊？啊拍你是安怎？这哦是替元老甲你讲的，是讲哦，过条300年的道歉，啊若搁算唔对去哦，哼，这哦嘛是无法度的代志啊啦。啊！上见时人要记了，东风无人百花残，春吹到死数风景，大鼓心灰泪丝干。阿哥。规定我陪在休息，我早就陪好，你哪还袂转来？小姐，你看，你连捡一本书你拢无力啦，你还搁安尼继续落去，你是会害了了的呢。
恁一摆心仔汤，我一摆元气，我求你好无？你呢，我就唔甘的呢。小姐，我随少爷，因拢已经失踪半年啊，啊！你这半年来，你逐工拢是目屎咧洗面，我劝你暂时甲少爷放个袂记好无？你身体用啊好，较要紧啊，小姐。春啊，有日，小姐心仔汤拢无啉，你先放落去。是。小美，娘，好哥有消息转来无？也无。已经半年啊，好哥哪也唔转来？好哥是毋是死啊？你还搁伫骂我？小美啊，他你唔通黑白想啦。你若听到王元贵最近逐工伫外面费尽心机咧走出，虽然讲王元贵人已经破产了，财源厝地嘛卖甲空空，也毋过人伊并无放弃希望啊。伊感觉相信福顺一定阁活伫咧世界上啊。小美，上无应该放弃希望的人是你，是安怎你才先放弃的哈？感觉你袂记的啊？等福顺若是倒转来，安尼也要看你穿水水是流啥？福顺若生气，安尼阁要等要抱外孙呢？你一定要坚强活落去，你是知影毋知啊？啊？阿娘，我忝啊，我想要困。无，你先休困，等你若精神，安尼当芳茶转互你啉吼。无靠，休困。钱嘛，也你迄无用哦。亲家有伫个无？嘿，亲家啊，是你哦。来，内面坐啦，内面坐吼。来，亲家啊，来坐。啊，真歹势吼，咱无啥物好物件通招待你啦。来，啉茶啦，你唔通见怪哦。坐下。亲家啊，我是讲，你莫住遮大啦。你若是无气项，规气搬来我遐住。影若无吼，我来去买一间较大间、较舒适的厝，互恁住，好无？来，搁再讲，你的好意我知影，也毋过我是嫌老大呢，我着袂用互你可怜我，是毋是？我从仓园厝地卖掉，心头债务，到即马就剩欠你的钱而已啦。你为着要帮助阮福顺啊，已经开去卖少财产，你若安尼讲，迄是我应该做的啊。就算讲我甲我所有的财产拢开完，你嘛袂要紧。无咯，你千万就唔通安尼讲。我的生理吼已经倒落啊，我就袂用搁来拖累着你的身体。你若是倒落去，万一
万一好顺若是倒转来，伊毋就连徛起的本钱都拢无啊！但要讲一寡话无？亲家啊，既然你遐尔坚持，那安尼我就无爱甲你勉强。是讲亲家啊，亲，你得爱保重哦。我相信福顺啊，一定真紧平安倒转来啦。会啦，好顺若是倒转来吼，我是想要带修女过门哦。迄当然，迄当然哦。光头白日，啊无恁两个是咧做啥物面梦啊？福顺若会转来吼，早就转来啦，袂到即马吼，半个人影都无看。福顺若会转来吼，早就转来啦，袂到即马吼，半个人影都无看。亲家啊，查某人在讲话，唔通见怪吼。无要紧，要无，亲家，我还阁有代志，我先来走啦。好，我送你。免送，讲啥物出门先定亲，要讨一个好结条，哼！结果哦，去娶着一个大煞星啦。阮后生本来人是好好呢，新妇还袂娶入门哦，就先叫新妇气死啊！真正够狠。亲家，你是来想操我啊？啊？我地指示啦，我地指示。我拢是走到对去啦。喂，我地指示啦，喂，你哪会软骹啦？你才咧软骹咧，吼，你实在是有够夭寿呢！啊，你无代无一摆，我要创啥啦？你是神的，毋是人呢，我吼是袂堪要互你拜的啦。我哪会知影讲你伫？你咧偷混一名，啊，遐尔仔细去互你掠着，啊，你来找我是有啥物贵事啦？我倒是要问你啦，你遐敢有迄个黄某娘娘的仙丹妙药？仙丹妙药哦，你要偷着药单修女食？对啊。嗯无啦，毋是啦，哪有迄款代志啦？嗯，有啦，我是想讲，甲伊看卖，看讲敢会好啦。唉，我甲你讲话啦，神仙难救无命运啦。单秀美啊，伊的命自家爱将啦。你哦，唔通要过来违规神规啦，破坏天机。要毋过我甲伊害到迄个程度，我若无安尼做，我会心肝不安的。不然你实在是有够奇怪的，是安怎样仙教拢总教袂下啦？我就甲你讲，你是神，毋是人啊！是安怎你的想法呢？拢教人同款哦。你感觉做毋对代志，感觉心袂安，对人真袂当。杨哥啊，你哦安尼一摆搁再一摆，无守神规来破坏着天机，又搁来影响着一寡只众生命，安尼你敢袂歹势晓？啊，你这会晓讲啊？啊，你家己有是共款，啊，对人做好诶，定定为你要救人吼，结果叫天庭处罚啦。我是想要学你慈悲为怀、普度众生的善心啦。要毋过安怎学拢学袂成啦。讲到我做神哦，定定做到吼法术脱切，啊天机阁无精啦。我实在有够无路，我实在有够无路用的啦。好啊啦，玉帝知影讲咱虽然法律毋是高强，也毋过啊，伊看会出讲咱是接近人的人性，所以啊，才会派咱来凡间做基层的神，你免伤过自卑啦，吼。我得真心啦，多谢你的鼓励啦。我心肝内有安尼受一个大的，我嘛是诶，你啊，哎呀。无啊，你当时也学甲会晓算啊？是算有啊算无？无啦，我是对你安尼懵逼啦。你咧。
我当然嘛算有，哼，我算出你哦，摕仙丹药单收你食，我安尼做敢有毋对啊？当然嘛是毋对。这单小米本来就爱死呢，你即马搁来拖长伊的性命，去踏着王福顺要倒转来一个死神。我甲你讲哦，你来当互伊两人毋通见面，要若无哦，你哦是搁犯着天条。嘛是安尼讲起来，王福顺甲陈秀美，搁有一个私生见面的机会是无？嗯。这我毋知啊。好地之前，老前辈，拜托，你紧甲我讲啊，这王福顺当时会转来啊？无啦，你莫害我，我毋知，我毋知啦。喂，你等我一下啦，好。我愈来愈无元气，安尼心肝像拄咧灌空空。陈秀美啊，你甲王福顺哦，还阁有一个时辰通我见面啊。也不过真可惜哦，这个好地正是惊讲我去犯着天条，所以无甲我点破。不过你放心啦，我会想尽办法啦，互你甲福顺见一面。上界重要一点，你着爱闯过村仔大内，爱较坚强的，你知影无？嘿，好地之前啦。红颜薄命，世间哦，要产一款遐尼痴情的女子，较死人真少，可怜啦。好地之前啦，拜托，恁斗相共者啦，啊？好啦，看你安尼哦无听伊哦，心肝也讲袂过。好，好地之前啦，你看，我了想嘛。有够成的，迄连咧声音都有够成。你看，我甲看了无用，紧，过啊！小美啊，我回来啦，你请起来。福哥，你回来啊！你知无？我足想你的，我等你等到足辛苦的，你知影无？我知，明仔载吼中昼我会去土地公庙，啊你也来，我等你等你，知影无？土地公庙，明仔载中昼。小美啊，你是安怎啊？小美你，阿娘，福哥回来啊！阿娘，福哥一件回来啊啦！小美啊，你咧做面梦啊？伊哪有倒转来？唔是啦，伊真件回来。我明明听到伊甲我讲，明仔载中昼去土地公庙找伊，真的啦，阿娘，福哥。好啦，就算讲你明仔载去土地公庙，你嘛先困，明仔载早体才通啊去啊。听阿娘的话，先赶紧困好无？啊，你要用精神啊，无你明仔载要哪有困才通啊去？啊。老爷，昨暝小美啊去梦着福顺啊，福顺叫伊去土地公庙啊。敢毋是讲人死了后才会脱梦？感觉福顺啊已经……但你是咧黑白讲啥？日有所思，夜有所梦。小美也梦着福顺啊是真正常的代志啊，什么咧脱梦咧？你黑白讲啊你！点去啦！你是看到鬼哦？小姐就恐怖的啦！哎呀，你啦！阿爹阿娘，小美啊，你今日看起来真是气足好的吼。阿娘，
剩仔嘞，叫伊来帮我洗头，我要装较水的啦。安尼甲你洗就好啊啦。小美啊，啊你装较水，你是要出门是？我要来去土地公庙拜拜啊。你去拜拜。啊，若要去拜拜，啊你干呀，甲你做伙来去吼。安尼啊，唔免啦，叫我厝仔陪我来去就好啊。我会看卖，你放心啦，哈。老爷，是要安怎？顺着啊，紧家西装打扮，啊若无即马呢，出门口是要见人啊。啊对了，你先去通知严老大个，反正咱真正伫个土地公庙拄到好事也无一定啊。好地志神啊！你毋是讲5时人到道，我就看到王福顺的人影，啊，即嘛人咧？我请哪有一个客者？哎呦，规身躯阁太过暖流啦！啥呀？伊就是啊！